小姐，我们的采访2分钟。外边有位当记者非要采访您，您看。让他们进来。小姐，来，让他们进来吧。来这边。感谢尚小姐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请问您对今天法院宣判的结果满意吗？当然，中国的法律是公平公正的，不会冤枉好人，也不会错放一个坏人。沈家遗产案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与猜测，请问您对沈先生将大部分的遗产全部留给了您有什么看法吗？我绝对会遵从我先生的遗愿，我也相信他这么做必然有他的道理。我沈一曼是一定会上诉的。沈小姐，请问你对这个结果如何看待？我坚信这份遗嘱是被人篡改过的，下面的笔记根本就不是我爸爸的。据悉已经证实是因为生病的原因导致笔记有所不同。你们可以相信，反正我是不相信。自从这个女人进了我们家之后，我爸爸的健康就每况愈下。那份遗嘱说不定是他抓住我爸的手签的呢。请问，不好意思，我方当事人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你们这么太多，我们先走吧。走。我一定会上诉的，一定会。沈小姐，沈小姐。这就是你为罗威先生准备的红酒？没什么感觉呀，什么名贵的红酒啊？这是我爸妈的自酿酒。啊，林丫头，你胆子也太大了！不，你拿这个酒给罗威先生跟那个施正喝？哎呀，完了！我的克里昂算是彻底完蛋了 ！My God！ 对不起，我并不是说你父母酿的酒不好，只是你知道罗威先生他的那个口味是非常挑剔的啊。不是李大叔，这个酒它虽然是自酿酒，但是我第一次喝它的时候，我特别自然就想起了小时候我跟我爸妈在一起的感觉，所以我想，罗先生他要找的那种感觉，会不会就是这种感觉？你只好先试一试，啊。你说，这就是我要找的味道？没有生产日期，也没有生产厂家，产品质量合格证也没有，这整个一个3无产品。我相信罗先生要找的是味道，不是产品。对，罗先生，这瓶酒是我们千里迢迢、不远万里赴汤蹈火，反正总而言之是很不容易找到的。您不妨先品尝一下。那好，我相信。哎呀，这什么酒啊？这太难喝了吧！怎么样啊，罗先生？想不到，真想不到，这味道居然那么的香香。罗先生，你尝过那么多红酒，这种好像不能算酒的东西，怎么会让你那么感叹呢？其实啊，这是我小时候品尝过的一种味道，那是我奶奶自酿的酒。原来我日夜想要找的，就是这个味道。不会吧？我怎么觉得这根本就是一杯劣质的葡萄汁而已？可能因人而异吧。我想这种味道，只有一部分人才能感应到它的内涵。你说的没错，我有个朋友啊，他也不是很懂红酒的，但是最近他家里发生了一些变故，所以他喝这个酒啊也特别的有感触。
众里寻他千百度，没想到还真让我找到他。林小姐啊，遇到你这样出色的品酒师，那是老天眷顾我呀。也是老天眷顾你，其实是大家的缘分啊，大家的缘分。是碰巧找到的吧？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我找了10几年的东西，人家几天就能找出来，这由不得你不佩服。这倒也是。哎呀，我今天真是非常非常的高兴，林小姐，非常感谢你啊。您千万别客气。哎，那你也不要客气。我今天晚上打算亲自掌勺，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不妨来我家尝尝。好啊，当然有兴趣了。哎呀，美食家亲自掌勺，我是否可以陪林小姐一起去呢？罗先生刚才有请你吗？哎，别争了，大家在一起喝过红酒、吃过饭，都是缘分，大家都是朋友嘛，请，都请。谢谢你啊。啊，我可不可以再带一个人去啊？好，哎，谁呀？去。真想不到，林小姐要带来的人原来是沈公子。能找到这个酒，多亏了子豪。我已经不是什么沈公子了，你还是叫我子豪吧。我说子豪啊，要不是你爸妈自酿的酒，我还找不回那种回忆和味道。所以呢，除了林小姐，我也要谢谢你。大家就都不要谢来谢去的了，好吧？反正罗先生，我们呢是来品尝您的手艺的，别的什么事我这都不会想的。林老板这句话说的实在啊，我到厨房去准备准备，你们随便聊聊。好，好，有了。这是孟德汉呢。啊，对，因为罗先生原来也是开餐馆的，因为他对食物独特的理解，所以他的餐馆在我们餐饮界开的那也是数1数2的。数。那后来呢？餐馆呢？没了。没了。为什么？因为他太太去世了，餐馆又失了一把火，他从此就对经营餐馆完全失去了兴趣。他太太去世了。哇，他太太很爱他的，这在我们餐饮界是众所周知的啊，可惜了。奇怪了，既然这么相爱，怎么会没有他太太的照片呢？子豪，你最近的改变还真不小。心情好看什么都好。恭喜你官司打赢了。其实我真的不想打官司的，只是伊曼他非揪着不放，他真的太固执了。你们2个恩怨，外人早就看不清楚谁是谁非了。好了，你别忙太晚，我先走了。婶婶再见。看什么呢？下班了？没事啊，这边忙完我就走了。你先回去吧，我帮你收拾。不用了啦。哎，你那个表演在那种场合，你会不会担心啊？你放心啦，你忘记了，我一投入到音乐里面就什么都不在乎嘞。可是我怕你不习惯，万一又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怎么办？
要不然你先回去等我的好消息啊。你没问题啊？ OK 啦。好吧，那你再看一会儿，我先回去了啊。好啊。一满，你再等一下啊！你先看会儿杂志，要马上就好了。烫死了！小心啊你！你干什么啊？没听过吗？烫的时候抓耳朵就没那么烫了。那你干嘛抓我的？我给你煎的药，我当然抓你的了。什么歪理啊！医生说了，你每天熬夜太多，肝火太旺，脾胃不和，运化也不好。虽然我不知道这些药能不能治好你的病，但是从健康的角度，对你一定是没有坏处的。每天都被你灌药，我都快成药罐子了。我答应过你，一定要帮你治好这个病，让你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我就一定要监督你把这3个疗程的药给喝了。快吃吧，赶紧喝了。谢谢你，每天为我熬药。有一种名词叫我愿意，有一种辛苦叫甜蜜的辛苦。快吃吧。那有没有一种药，喝着是不苦的？有啊，不过等你喝完了，我才能给。不要骗我。当然了。太棒了！我的甜呢？干什么啊？我们家就我的嘴巴最甜了，要不要？不要。开玩笑呢，准备好的奖励你的棒棒糖，赶紧吃吧。我找了很久才买到的。不再叹息，一直灰暗，心已飞去神往的海岸，站在辽阔的海边，望着汹涌的海面，看到年少时许下的那个愿，也许终将有一天，梦想变成了蓝天，停在那里的海岸，等待着我。姐呢？沈总最近太忙了，没有时间过来，所以叫我过来特地捧你的场。等他有空的时候，会亲自过来听你唱歌的。小姐，给我们唱首歌吧。长得这么好看，不当歌星可惜了。先生，请你自重。把手放开好不好？哟，我泡妞碍你什么事儿啊？讲话就讲话了，干嘛动手动脚的？哎呀！臭小子，别多管闲事，知道吗？怎么样？小子，把手放开。把吉他放着。不放又怎么样？哟，我叫你把吉他放着，你听到没有？好，我放。你破吉他，你看什么看啊你？找死啊你！走走。找死啊你！回来啦。
你站住！哎，你站着别动！跟人打架了？过来。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吉他怎么会变成这样啊？那你到底怎么了？你知道我为了买这把吉他我存了多久的钱吗？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啊？那好好的干嘛跟人打架呢？你不是说了要好好振作的吗？为什么现在又变成这个样子了呢？随便你怎么想了。盛子豪，盛子豪，你这什么态度啊？你太过分了！我过分？要不是为了把吉他，我也不会被打成这样。为了吉他，你不去惹事，别人会动你的吉他吗？肯定又是你大少爷脾气又犯了。好好的干嘛要跟人打架？我就不明白了，你都说好了要为了梦想努力，现在为什么又变成这个样子了？对不起，让你失望了，我搬走可以吧？你什么意思？你这是威胁我是吗？我有什么好威胁你的？所以你现在是在说我多管闲事是吗？行，以后你的事我再也不管了。你根本就不值得我为你这样。你总算说出心里话了吧？我告诉你，我现在就走。喂，子豪出去了，没带手机。肯定又是你大少爷脾气又犯了。好好的干嘛要跟人打架？我就不明白了，你都说好了要为了梦想努力，现在为什么又变成这个样子了？这位太太哪位啊？这位先生，怎么平地也会扭到脚？我看一下。不要。别任性，看一下。不要。还在生气是不是？好啦，李玉给我打电话了，我知道，我误会你了。还有呢？对不起。还有呢？对不起，可以了吧？我跟你说，我从来没有这样跟人道过歉啊。我要吃大餐。好啦，先起来再说。小孩才赖地呢，快点。没事吧？你现在算是答应了？那你算不生气了？哎呀，你别逞强行不行？
我的肩膀借给你了。好啊。哎呀呀呀！哎呀，你轻一点。怎么样？很痛吗？不痛，主要是心痛，被人误会了，还伤到自尊。别没完没了的啊！要去哪吃啊？你想带我去哪吃啊？先带你去看脚，好不好？先吃。先看脚，那成这样。老板。哎，小姐你好。老板，你看。怎么了？我才从你这买的吉他变成这样了。哎呦喂，小姐，你怎么弄的这么大一个洞？就是不小心摔了地上，结果就摔成这样了。这能修好吗？摔得不轻啊，这个。可不可以修好啊？这很难修好了，看你还是再选一款吧。老板，这吉他对我朋友来说真的非常的重要，能不能想个办法帮修一下？我只能把背面全部换掉了。可以吗？这会跟原来一样吗？我尽量吧，好吧？谢谢，拜托你了。好，跟我来。吉他我已经拿到店里去修好了，以后不要为了保护吉他而不顾自己了，也不需要再跟别人打架了。早餐我已经做好放在桌上了，你记得吃吧。今天休息一天，你非不干，你干嘛跑来呀？我就跟你说没事嘛，只是扭到脚而已啊。什么而已呀？我看还肿不肿？看看。不用啦。快点啊！好啊，拿去啊。怎么那么大味儿啊？吉祥没换袜子啊？你也知道这个时机也没有洗衣机，我也不可能用手洗嘛。这受得了啊？简直生化武器！我去拿点药，你把袜子脱。哦。哎呀，我听说有人受伤了，还以为是林轩呢。啊！你这崴脚，关你什么事啊？啊！对不起。林轩，你来了啊，找你。啊。哎，林轩，你听我说啊，我觉得这个揉脚，男人会更给力一点。我学过按摩。不用，我自己来。不是吧？你不要让他弄吧。你赶快下去。你千万。哎呦！芳芳，你没事吧？怎么样？哎，好嘞。好了，不可能吧？不信你看。真的？真的啊？给我看。对啊，怎么又是你啊？啊？我知道你来找我，就来看你了。我没有来找你。啊，真的，张浩，你太厉害了！我真的没有来找你。哎，你不理他们，我们走吧，旺旺。我没有来找你，旺什么旺啊？我又不是狗，好不好？哎，林轩，林轩，走吧，旺旺。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怎么了，罗先生？哦，没什么问题。
只是我有2个消息要说，一个是好消息，另一个是坏消息。哦，我们红酒协会评委的后备资格比赛，我帮你们碧翠争取了一个席位。哦，是吗？太好了。那坏消息是？这个坏消息严格来说只与我有关。哦，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朋友，他需要一瓶飞奥堡1978的葡萄酒。葡萄酒，找单丽呀。飞奥堡1978，这瓶酒名气并不大，而且产量不多，年代又很久远，恐怕我帮不上忙了。是啊，我也知道这是件不容易的事。丽丽，真没办法吗？如果是名庄的酒，也许还有人存下来。不过这瓶飞奥堡1978，我真的就无能为力了。要是可以换另外一种酒，不，他只要飞奥堡1978。如果单总你认为找不到的话，那就是真的找不到。可惜。单总，有位女士等你等好久了。你好，我是单丽，请问您是？我姓孟，是这样的，你认识罗先生吧？我哥托付他找过您。啊，是为了那瓶红酒的事吧？是。真对不起，我帮不上忙。单总，这是我哥最后的愿望了。你是这行的专家，您肯定能帮我哥找到那个1978的飞奥堡。就是因为我很熟悉红酒，所以我知道这个酒找不了了。单总，我求你了，我哥临终就这一个愿望。临终？你起来，你别这样，快点起来。珊珊，他都说是临终的愿望了，就帮他一下吧。让他抱着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希望，最后失望的含恨而终，这是你想的吗？哥，对不起。单总，你看都这样了，要不你就帮帮他吧，有希望总比没希望好啊。对啊，找一下嘛。孟小姐，真的很抱歉，我无能为力。你哥哥的事，我只能说很遗憾。怎么办？你问我怎么办？那怎么办？到底怎么办嘛？谁知道啊？让我怎么感谢你啊？谢谢你帮我争取到参赛的资格，请吃饭没问题。好，就这样，谢谢啊，拜拜。拉你出来就是想让你好好休息一下。你看你还手机办公，从现在开始不许再接电话了，小心我没收你手机。好了好了，马上调静音，不接电话了 ，OK？ 这还差不多。怎么了？要去参加什么比赛啊？红酒协会评委的后备资格比赛。所以这个比赛的资格对你来说很重要嘛？让你这个国际品酒师还要动用关系去争取参赛的资格。我本来真的没有想过要参加这个比赛的，只是单丽她参加了，我肯定要跟她争一争吧。能拿到这个资格最好，那些风投公司最看重这些虚名了。伊曼，你可算了，你还是接吧，不接你也不安心的。谢谢。喂，李宇，怎么了？沈总，邓浩过来了。啊，我知道了，你让他在办公室等我，我马上回来。怎么了？又出什么事了？没有，只是比赛的事情。伊曼，你的味觉才刚刚开始恢复，还没有彻底的痊愈，你能不能不要去参加这个比赛？
我是让曾浩去比赛。上一次因为叔叔的事情，比赛取消了。曾浩他很有经验的，要赢过林轩应该没有问题。一曼，答应我，一定要爱惜自己，不要再喝酒了。 你不让一个品酒师喝酒，就像不让一个律师上法庭吧？那至少在你的病彻底好之前不喝了，可以吗？尽量吧。谁啊？请进。孟小姐。 是你们啊，孟先生。我认得你，碧翠那里的小林。酒找到了，快拿给我。那个酒还没找到。那你们这是？我们来是想了解一下。 孟先生为什么会对那个酒那么着迷？我说一个故事吧。以前有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打小就是邻居，一起上的幼儿园。 直到一起上大学、工作，他们都迷上了红酒，经历了无数的欢乐和幸福。本来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不过女方的家里给他另外安排了一桩婚事，是一种。 在外人眼里，非常令人羡慕的婚姻。但女孩恳求男孩带自己离开，爱人就是要给那个人幸福。相爱的成果，不就是为了这样吗？男孩认为当时自己的条件。 无法给爱人幸福，他选择了刺激爱人离开。他谎称自己害上了病，爱人信以为真。结婚的那天，送来了一瓶酒，而这酒的品种有点像。 教皇新堡葡萄酒，看起来就是一把柴刀，好像能把人的心凿开。那是费奥堡1978，它是作为分别的礼物送来的，发誓永不相见。 而那酒的味道，令人终生难忘。每次想起那个味道，男孩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他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知道自己熬不了几天了，但对这味道的思念越来越强了。林小姐，你得帮我。我答应你，你放心，我一定会把那个酒找到。谢谢。 别人的保证，我不会太期望的。但你对红酒的那份执着，我是最清楚的。我知道了，
我的愿望一定能实现。请等一下，我看到你们刚才在给孟先生找什么东西是吧？对，我们要找一瓶红酒。孟先生是红酒专家。完成孟先生的心愿要快一点，因为孟先生所剩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谢谢你啊，医生。真希望可以赶快找到那瓶酒。如果找不到，孟先生有多失望？啊，累死我了！找半天什么都没找到。怎么办？这边。哎，你拍我干嘛？人帅单身，哎，我不缺女朋友了啦。欲求1978年飞奥宝。什么时候变成是我求啊？知道什么呀？看到帅哥，女孩子看到会转发多一点嘛。也是。怎么样？评论爆掉了吧？转发过千呢。还没发啦。哦。你看他是谁啊？是不是雅克先生？雅克，真的哎。真的是不是？雅克先生，你好，你还记得我吗？ Ah, it's you. Young man, it is fate that we meet like this. Many months ago, this young lady was just an innocent little girl. But now she's become a sommelier. Another shock. I just heard about Professor Monks and his desire to have a bottle of wine. But it'll be extremely difficult for us to get it. 雅克先生，我知道你在法国是数一数二的品酒师，能不能请你朋友想个办法，帮忙找一下那瓶酒的下落？ There were only a limited number of bottles produced, so it will be very difficult to get hold of it. But we will do our best, of course. Very few of them remain in France. 不好意思啊，这么着急让你过来，细节李玉应该跟你说过了吧？说过了，沈总。以林轩这样的小女孩，应该是易如反掌。她虽然是新手，你上一次赢了她，但是还是不要轻敌。她真的很有天分，一定要谨慎一点。况且还有别的其他公司呢。李玉，其他参赛的品酒师的资料可以弄到吗？好，马上就去。你好好看一下资料，要做到知己知彼，骄兵必败的这个道理，你应该知道吧？沈总，你说的是。而且这次比赛会直接影响到投资公司的投资意愿，所以你必须赢出，不容有失。好，我全力以赴。沈总，没事我先走了。放轻松，就是喝酒说自己的感受，对吧？你是谁？你是宇宙无敌女战士，你会帕森纳说吗？哈，这是笑话，怎么可能呢？哎，笑话。干嘛偷看啊？你们没关系，偷看。我马上要比赛了，我给自己一点正能量，我鼓励一下自己，不行啊？可以啊。上次是你经验不足，我婶婶说你有实力跟天赋哎，我不信。我看到你这次不要输在气势上，应该是有一点点的胜算。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我看啊，
为了避免看到你在赛场上面失败，我看得难过，我就不观战了，我先去找资料了，拜拜。哎，你话说清楚了，谁会输啊？我告诉你，你看不到我赢是你没眼福。加油！怎么了？还在为比赛的事情担心？既然你已经让曾浩去参加比赛了，就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了。说了你也未必相信。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我真的没有以前那么紧张了。不然我就不会比赛都没有完，就跟你跑出来散步了吧？那就好。我来过这里好多次啊，一直都没有注意到，原来这里这么漂亮。看来我的言行还挺能影响到你的。有结果了。喂，我知道了。